真的很大的节目来这边录影，现在录影了，宝岛真很大的节目，录影团队，新闻的加工表，加工大将公面，大将公面，很好的林宰相很有名的宰相李德裕。哦，拿枪呀，嘿嘿，看看，这连三太子还要拿枪的，哦，假枪啊，哦，还有掏枪呢，哦，那假枪掏枪，这连三太子还会掏枪，掏枪，嘿嘿嘿，这连三太子拿枪。哦，这连三太子还会拿枪的，哦，这连三太子还会跳舞。哦，好棒好棒！哇，好厉害啊！电灵三太子，好棒好棒哦！宝岛神很大哦！节目来新营的家荒里铁东角大将公庙录制电灵三太子节目哦。
然后还会掏枪，还会跳外国舞蹈，要救度众生的多才多艺的普云。